Right. 他的那个圣洁公面的钱，那说。那观修皈依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观修发心。那发心呢，也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最主要是要思维说，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那可以透由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角度呢来做思维。那透由七因果的角度做思维呢，就是先思维到因为轮回无始的缘故，所以我们过去生在投生的时候呢，就如同今世一样，会有一个母亲。那过去世的母亲呢，也如同今世的母亲一样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升起了对过去世母亲呢念恩报恩的心，然后也就是升起了对一切有情呢升起念恩报恩的心。那报恩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将乳母有情呢能够安置于就是毫无痛苦，然后最就近安乐的佛果位。那将一切有情呢安置于佛果位呢，我现在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那实为呢，唯有佛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由此而升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第二个呢，就是透由自他换来思维。那自他换思维自他换之前呢，要先观修自他平等。那自他平等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的，那如同我希求离苦得乐一般，一切有情人也是希求离苦得乐的。那我们不仅仅呢是希求离苦得乐是一样的之外呢，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所有的苦乐呢都是要关待于其他的有情，所以为了自己以及他人能够获得最究竟的安乐呢，然后也由此而升起了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我们升起了发心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立下一个誓言，愿我从今天开始呢，乃至于未证菩提之前呢，都能尽我的能力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那也尽我的能力呢，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
他我老说他的呢，他怕嘛就种种嘛了呀，说这季度代表团呢，那是同意见的，甚至那把其他开发度那 MT 多一个那 MT 上面那些咱们리리 담이게 아니 동에게 나심바다 나심바다 나와줘 다다 탐지 동에를 조인도 좋아다 다다게 제도로 소롱주도 제벌로 당이게 심제다 탐제게 동에를 조인도 조인도 좋아 어다드네 아니 징gel럽도 소연염도 토네 아니 담에 송아사의 인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至诚的对至尊度母做祈请。那祈请度母的加持呢，愿一切呢为苦所逼的友情，那特别是呢，因这次武汉肺炎呢，就是已受苦、正受苦、将受苦的这些友情呢，都能够早日的脱离病苦。那不仅于此，就是所有呢付出的这些医疗人员以及后勤人员呢，那希望说一切友情呢都能够脱离这些苦痛，由此而对至尊度母呢做祈请。那祈请度母的加持，然后我们来念诵度母心咒。脱离轮回救度母，以度达拉婆巴难，度类救脱诸疾病，救度佛母我敬礼。Amondare dodare dore zo, amon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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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are dore zo.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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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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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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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dare dodare dore zo. Amondare dodare do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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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dare dodare dore so. Dore do dore do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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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e do dore dore so. Dore do dore do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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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e do dore dore so.
Om Dare Do Dare Do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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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e Wande Nyodon 阿愿能蒙罗于此摩罗上我速成，成吉就圣祥母、度母以伊令萨拉众格生亦无瑞于悉皆安置于彼地。他等于上界面积了，别的维基结果了，说话这句都特别多呢，同一件呢，世界呢，我进来结果都多一件呢，第一层面的这面积同一件，那什么的，那行，那就得到他们这同一了，那个同一了，就有的说话当得到个制度了，说龙觉得这个老当一个世界得到他们这讲同一了。说话的、对话的、电话当，安尼面呢得到个制度面，随的随行吧，得到他们这个每个人吧，得到都团队啊。대한 맨디 안에 동행이나 내가 탄다 탐제를 잡토야 어다 상게 men기라 왜 벤디에 왜기 개베기 투지 징게 럽도 수년도 토네 동추 잡베기 안에 관에 안에 송아사에 인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至诚的对药师琉璃光如来做祈请。那祈请药师佛的加持呢，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脱离病苦。那特别呢是现在为武汉肺炎呢，就是所苦的，无论是已受苦、正受苦、将受苦的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早日从病苦脱离出来。那同样的呢，为这些有情付出身财受用的这些人呢，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脱离痛苦。那也祈愿呢，就是一切疫苗尚未研发出来的这些疾病呢，希望疫苗能够早日的研发，而且具备它的作用，使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早日的脱离痛苦。以此呢，至诚的对药师佛做祈请，然后来念诵药师心咒。도시 근라 념베 점데데 大 천성아 悲等观一 덴베 切薄情而犯，仅闻其名，能 도스노니 除恶 슬레 趣苦， 산지 消 맹기 灭三毒疾病， 벤제 药师 야이드 否， 琉 하자 璃光王如来，我敬礼。대야동 백간zen 백간zen 마한 백간zen 백간zen 란자 사mon가 디조 대야동 백간zen 백간zen 마한 백간zen 백간zen 란자 사mon가 디조 대야동 백간zen 백간zen 마한 백간zen 백간zen 란자 사mon가 디조
Teodam Bekanjin Bekanjin Maham Bekanjin Bekanjin Ranza Samungad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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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yawa Di Nyudoda Lembe Gemon Dujuni Roa Chigyam Maluba Di Sala Gabarayo 念到了松山一百。拉手龙姐。哦，了是。아데네 아니 바바제네 셀이야 소 제지도 닌제기 당이 하벨라 아니 조 어야 아니 바바제네 셀 소 제지도 따고 토네 가격이 만주는 게 타다니 심제 탐제 대화도 때마다 동네도 태워도 대다기 규기 아니 닌제기 사변팅이 뭐 공배도 손에 닌제기 침배 뭐 깨네 디 자와체지 전주기 삼당 대가나시 대화침배 탑식이 차용수 조화른기랑 양수랑 발라 때네 아니 심지 탐제기 때는 상기기 공모 토와쇼 냠베기 토네 아니 제네식 수마사 인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至诚的呢，跟悲心的本尊，也就是大悲观音呢做祈请。那祈请大悲观音的加持呢，愿我和一切有情心绪中悲心的种子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然后转为大悲心的体性，然后由使大悲为根本而升起菩提心。那发起菩提心之后呢，那一次增长所有大乘的方便以及智慧道，然后直至正的圆满菩提，然后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呢，而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为此而对大悲观音做祈请，来念诵六字大明咒。
上东波罗揭耶波多，千千通耶眼化波斯千转轮王，揭千手阿化巴揭千贤劫那佛，揭揭水音调伏阿现彼揭相，悉那观迦。音尊者我顶礼。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Mani be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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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beme mani beme hum, mani beme hum, mani beme hum, mani beme mani be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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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mani be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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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mani be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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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beme给我的女多大姐愿嘞，以此上我速成，成我即将就观满音自月在矣，一并与萨众拉。生亦无语，悉皆安置于彼地。心心念把经验，有愿诸度念病念有情，他速脱对疾对病苦，念念满欲月，愿众大生尽，多穷毕啊，竟永不生。其实能干念把当作乃至有虚空，以及一众生切大住，念愿的无住世间，各位同尽学。除众生苦。皈依圣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圣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圣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圣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诸佛真法显圣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真法显圣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
诸佛真法显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不远大觉成。哎呀，那是他卡上顶个嘛的，咱就也不去，顶个嘛的，咱也只什么的，对不对？咱配置只买不着，等待拉得下。啊，咱只买呢，你卡上俺做的卡尔高啊，你只买的他，上天。卡上出现的送的颜色。出现呢，出现。妈的，都没写吧？卡上都没写吧？国中的送的色。日呗，老说。都没给写吧，是他眼点嘞，都没给写吧。这段内容的准备心里的这位，你看着，卡上这的最没对人家就老过了呗，看着起我的可能做。那人们现在说，就是上一堂课呢，就是好像因为录音没有录到的关系，所以人们现在是说上一堂课呢，就是上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这一堂课要再复习一次呢，还是说就直接往下直接开始，还是要把上一堂课的内容给补起来？补起来。杨家鸡送那呀，就是。哦，老师，好的。他看上看了些没太眼界的，他的现他而且这段这种的准备心里的车位给人把点的是完了。让。啊，这段这种的准备心里的车位人把的都没给写备给经验。当然，点的嘛的。当这段这种的准备心里的车瓦写把的，这写把的给这几档，团写把的团几。他这几的团几刚用的准备给心里写的，都被给我的点。他都把给我的点呢，这段这种的准备心里写的。这几的团几刚用给过呢，有了就把的，说来是呢，选呢先别给人把的，有了就给人把的，都把谁的，是这段这种的准备心里是。但心里当成为人把是对这段这种的准备，这几的团几刚用给过呢，有了就过眼得了，有了就被写把的了，都把下呢，都把的当车哇，写把的给都把的当。都把的没把了，可能现在个按你自己的团体刚入有了就可能有了就别个按你写把没把，但天天进了呀，按天天进了呀，按你都没个写把是个样的，我的这段这入的准备心里的车哇，是车位日把是呀的，我可能数钱认为数买认为数买个哪里干啥认为，按你写把认为是呢，按你我的写把的是。我写把音把刚写了，有了就被采纳，俺那这几的团体刚弄的过呢，有了就没过给的，我的团队里进了不给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应该是从就是第67页的第2段，就是无分别智的性相呢开始讲述的。那无分别智的性相呢，就讲到说以离。直生意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知。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直生意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呢，那这个呢是分别的性相，所以呢无分别之呢，它就是去除了，就是离开直生意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就是它不是分别的这种了知。那这个呢就是无分别之的性相。那在讲述就是直生意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呢，它是分别的一个性相。那后面呢就加上说了知这2个字呢，原因是因为说
表示说无分别知呢，它的体性呢，它要是属于了知，因为呢，有人会怀疑说，那无分别呢，它到底体性呢是属于就是具色呢，还是说非具色？那非具色里面呢，它到底是属于补特伽罗呢，还是属于什么？所以这边呢就很明确的呢指出说，只要是无分别知的话呢，那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属于了知。那在了知里面呢，它在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它是不需要依靠着意共相还有身共相呢，就能够去入于境的这一种呢，就是这里所谓的无分别知。다 지다 다든 디룬데 쳔비 시리데 텔 셰베디 텔 파라다 탈라 텔도와 디 텔 셰바 텔라야 페나 빵자 테다 티 텔와스 페나 마란조 가르스 거레다 니무 고미디 빵자 테다 텔와레스 페나 상기 두디 빵자 dim니 바자 dim니 빵자 dim니 바자다 쳔와 탐제 텔와레스 세디 디 텔와 셰베 텔와디 빵자데 빵발라 코코레 그래서 pena sangye papa te sangye dudu ani panja thamje de thelwa res toba dam thelwa thushe de thelwa oda ya sigi thi khares na panja de pangbal ko toba dan sangye dudu toba pangbar sangye dudu panja dimi bacha de cheba dimi bacha de cheba thamje pangbar dajumbe dibu toba di itsena nyumo da thelwa res dajumbe dibu toba di itse nyumo da thelshe pa di nyumo pangbar 송아 디인디 텐데 과당치가 송아 아테 다 마시 나란조 나로리아 나란조 많이 든지 가상 든지 나라 도차리 가레 도요레스나 텔웨티부 나미기티부 아니 아야 기부체베 티부 다베 티부 아야 텔웨티부 시디 티부시 텔웨티부 시기요와 텔웨티부 시베 텔웨티부 들라 고데나 고요와 최군조게 나네 아니 최군조 숨기나니 최군조게 나오는 고된다 람댕이 기나니 고된디 깨자지요와 대가나시 대바시기 나니 오베 대바지요 어 딘줄이야 첼와 세베 고된라 첼와다 빵바 세티 빵자테다데 빵베차네레 마도 빵자테 마임비 깨자 말해 그래서 근데 고된다 부들이야 첼와레 세야디당 타르바토비 타르바다 나니 유모다 텔와레 시야다 콜와다 테와레스 제자 코와다 제시바디 코와데 빵베케 자레 그래서 제자 디게 자레 강사디기 코와데 빵베케 자레 대가나시 코이기 고덴디야 코와다 제시바디 코와데 빵베케 자 강사디 귤라 코와 빵 강사디 코와다 테바시면서 강사디 귤라 코와 메바 그래서 어야 년보 아니 아야 깨비 깨차바 인자 년보 탈침바 깨차바 인자 코아디 매바 인자 빵자디 귤라 강사디 귤라 빵자디 매밤 빵 강사디 빵자디 빵비차네 아니 빵자디 텔세디 민다바디 요아레 얘나야 까 델리아 아니 까 델리아 자든 디루드지 시리데 텔시베 텔야디 자든 디루드지 시리 똑바데 텔세디 똑바 빵베 깨자마리 pena sangye papa tokpa de thelwa reves ne re la yati sangye papa tokpa maim bi keja mal sangye papa tokpa de pang bi keja sangye papa kilo tokpa chungse kya meba ro tome ki sheba ngusum bashi o tele samur tangi cheda thanda di kapsu tome ki sheba la dadun dirun de bi shiri de tel se de dadun dirun de bi shiri tokpa shan tokpa maim ba tagarang la maim ba cham tagarang ko gore ma do dadun dirun de bi shiri gula mideba dadun dirun de bi shiri de pang bi kecha tendu ko ju amaris o te 那在这边呢，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以离，以离这两个字呢，就提到说离开知生意康为混合知的单着知。那这边以离的意思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述说以离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断除的意思。就比如说呢，我们讲到说以离了，以离所断。那以离所断的意思呢，就比如说，佛圣者心绪中呢，他已经离开了就是二障。那离开二障的意思呢，佛圣者心绪中呢，已离二障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心绪之中呢，已经断除了二障，是断除的意思，就是断除所断，或是没有所断的意思。那或者是说呢，以佛圣者来说呢，他的心绪呢，就是
以离分别。那佛圣者心绪中以离分别的意思呢，是他的心绪之中呢是没有分别的意思。那他以离分别，以离错乱，就是佛圣者心绪中呢没有所谓的分别之，也没有错乱之。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讲述说，像是佛圣者呢，他的心绪里面呢，就是没有恶障，就是因为他恶障以及其习气呢完全断除的缘故，所以讲到说佛圣者呢，他是以离了恶障及其习气，所以在这边以离的意思呢，在上述所讲的这些以离的意思呢，是断除的意思，或者说呢，我们像说我们在讲述阿罗汉的时候呢，阿罗汉呢他已经离开了烦恼，或者说他远离了烦恼。那这边远离或是离开烦恼的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断除了烦恼，他心绪之中没有烦恼的意思，或者说呢，阿罗汉他已经脱离了轮回，他远离了轮回。那脱离或是远离轮回的意思呢，就是断除的意思，他心绪中已经断除，已经远离，没有，他心绪中不具备轮回的缘故。所以呢，是这边的以离。那这边所讲到的以离呢，像是我们讲到说远离了烦恼，远离了轮回的这种呢，那就是我们在中理路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果呢，从生权之门呢，又可以分为像是真上果、等流果、适用果、异熟果，还有离系果。那在里面呢，这个就是属于离系果，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属于苦集灭道里面的灭谛。所以呢，这种断除烦恼或是断除轮回的这种果呢，就是讲的离系果或是灭谛。那所以这边在讲述到这些果报的时候呢，他讲到离系或是远离，只要离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断除或是没有。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在无分别知的性相里面讲到的这个以离呢，并不是断除了直身意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之，并不是断除的意思。这边的以离呢，完全呢就是不是的意思。跟上述我们在讲说断除烦恼、远离烦恼这个，虽然呢都是用离这个字，但是呢它所代表的含义呢是不同的。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以佛世尊来说的话呢，佛世尊他熏视之中，他心绪之中呢已经远离了分别之。那以佛圣者来说呢，他的远离呢，我们可以是理解说是没有，因为佛心绪之中他已经断除了所谓的分别，他没有任何的分别之，他一切呢都是现前之。但是除了佛圣者之外呢，我们通常在理解到无分别之里面所讲述到以离呢，完全的意思所指的意思呢，就是指不是的意思，它就是不是分别之的这种呢，称之为是无分别之。pena ngaranzo jikden beki namju ki yongda cartels la bidwa pena ngani cartel wales ngani dewa me patabu chadu korwa cheza tel sheba de pena pangja di nyembo de pangja de tel se de pang nyembo de pangja de dewa me pa tabu jang ring du tam o de de ji ko chogo do wa tinganzu jikden be yongda la ke je sheza ji yarwa 다나시 되게 데데기야 지데베기 가게리야 카텔리셰베기 양릉도 따와 대화매 봤다고 소소네 써봐 그봐 어다 데데지리야 지데 텔셰바디 남주 합초이야 봐 그래서 다 단다 디 값도 다든 드르는데 제 시리 텔셰바디 다든 드르는데 제 시리 마임바 다 태양 조 또바기 칭이다 또메기 칭이니기 또바기 칭이다 또메기 셰베기 칭이니기 때문에 khoa kharere islamna tokpa singetiya tokpa singetiya ta tokpa singeti singi gi sula riba seyaji thunguyo a tomi gi shebe gi singi gi sula ya riba shebe gi singi thunguyo digi kharere isna tokpa singetiya ngo kharere isne siri gi chachires riba siri gi seshi riba gi chachires tomi gi sheba seyetiya siri gi chachires 카레스나 똑바 싱이기 칭이기 솔라 다든 데루도 제비 셰릭스라로 셰릭스디 칭디 뒤샤레 마도 랑유레 셴베기 리바 슬랍기요 제자 리바 셰베 칭디 똑베기 칭이기 술다 탕무도와 모세리기 차이바 셴바 셰베데 디다 데오 냠바테라와 제자다 똑베기 칭이기 솔라 랑유 드나야 다든 데루도 짐베기 셰릭스라로 또미기 셰발라야 다든 데룬도 집에 시리다 제위기 리바스 라디 똑바다 또미 니기 칭이기 술라 리바 셰바디기 모시리기 차지레스
suje mares suje mai be na ne kansa la so ba de kai mare da mi duji ki cha kai mare mo siri ki cha sheba i bi cha ti tengi yore to ba da to me ki sing su le ya riba se ba ti ta wona to ba da to me ki sing se kunyi ki keba de kande se ko ne tengi yore se na kunyi ki keba de yule juksu ki ko ne yule chawa chi chu ki keba tengi yore kare se na toba singin da de dilu de zimbi shiri se daji de tunji karo ki ko ne yule chuku kures daji de tunji karo la de ne yule chuku kures daji dilu de zimbi shiri 다 단다 다든도 드론도 좀 시리다 텔웨리 바스데 다지데 든지 칸라야 떼바 메바 유레 주바 로 대양 다지데 든지 칸라야 대와 메바 유레 주베기 아니 뭐 세리기 차지리스 어떤 틸라 토미기 샤바시기리스 틸라 뚜타 뭐 똑바도 토미기 싱이 코랑기 뭐에 땡니 싱이기 땡니 뭐 직대 뭐 유레 주스기 거네 똑바도 토미니 캬바투스 캬바치레 어떤 둥치나 또봐도 도맹이기 고아디 세로 조사라와. 那所以呢，就像是我们世间呢在讲述说，就是这两个人分离，这两个人分开，这两个人离开分离，他们的关系就是已经分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呢，他变得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就是断除所断，就是和所断分离的意思呢，就是心绪之中呢，就是和所断呢已经没有关系，就是你已经把所断断除缘故，所以你和所断呢已经没有关联的缘故，所以是用到分离，或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述说像是离的时候呢，就世间在讲述离的时候呢，也有远离的意思，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或是距离呢越来越远，就是把彼此放得越来越远的这种意涵在，所以呢，它放在就是关于我们在讲述所断的时候呢，是讲到以离所断这种时候呢，就只是说它已经断除或是没有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就是纯粹呢这边的以离，它的意思就是指到说不是的意思。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无论是分别的性相，或是无分别之的性相呢，在最后面呢都提到了了知。那了知呢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分别的性相呢，它实际上是讲到说单着知。那其实呢，单着知的意思呢，它就是对于说自净单着的了知，就是对于自净单着的了知呢，然后把它简称叫做单着知。那所以呢，它这个对于自净单着的了知里面呢，它同样呢也是提到了了知这两个字。所以说，无论是无分别知也好，或是分别知也好呢，它的体性呢就是明且了知，就是有明了的这个特性。为什么它具备明了的这个特性呢？就是从明了的这个特性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无论是无分别知也好，或是分别知也好呢，它们呢是具色和非具色里面的呢非具色。那在非具色里面呢，它也不是像非具色里面的补特伽罗，也不是所谓的不相应刑法，它就是非具色里面呢具备明且了知这个特性的这个了知。所以呢，讲到了说二者的体性呢，都是属于了知的体性。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从他们对于进去路的方式，从去路进的方式呢来做分别知和无分别知两者的差别。就是我们以分别知来说呢，分别知它去路进的方式是怎样呢？就是提到说，它要么就是依靠着身共相，要么就是依靠着异共相，或者说呢，只身共相和异共相呢，就是康为混合的这一种呢。去路于境的这种是属于分别知的作用，它去路境的方式，这种它是属于分别知去路于境的方式。那对于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去路境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不需要观待，或是完全不需要依靠身共相跟异共相呢，它就能够去路于境的这种了知呢，是属于无分别知。所以在二者的体性呢，我们从二者的性相里面呢，从第一个呢，就是从了知这一点呢，看出二者的体性都是属于明且了知的这个特性。那差别呢，就是从他们的性相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差别呢，就是对于他们去路于境的方式呢，而区分出分别知和无分别知的差异。다 도미기 다들 드르드 좀 신리데 테베기 리바 도미기 셰베치 니스 다 도미기 셰베기 칭니스는 디기 땡니 고아 카레 요리스는 나란조 남유 카레스나 왕시 있나 도미기 셰바이 비탑스 왕시 있나 도바마이 비탑스 당한주 참만 나라야 카레 소연스나 왕시 도바 더바네 리벨람데 데소 송을
其实他往些多把对吧？里边那么的代数是都往些实验的了，多把要嘛的意思过来。往些实验的多把没把的搞完了，土有的是呢，他对电路的这边心理，团结难有的这边过来有了就吧。团结过呢，团结的，大家的团结过呢，看路的过呢有了就吧，的了要嘛的意思。但的没把的白来了过来，看的是呢，往些实验的啦，大家的团结看路的过呢有了就吧，有呢，那往些的个有太克检查过个要嘛。这过个咩呢？他那这个了说把把都全部给锁定住给夹落给夹给锁定住呀，马上就给往些给通过来的，往些给通透的啊。团结咱们的国内，团结国内有的就出个人呢，团结了呀，这边掏钱了说把手机看的呢，这边呢更要嘛。本来我那这个碰见多把这个钱把伊呢，说说给他的怕也怕伊数字把他难给怕嘛的啊，但这个说说给我写的超过年不的，高过年不给数字给多把钱数的卡多这边多把钱俺这里给出过来的，第给把了俺这个团结过呢有了就会要把印章，俺就可能呀，掏钱当数钱卡里给掏呢，这边要把印那样，把都缺有那样，有当推当卡里给把都缺要把印那样，可有了就出个多，多把给出个多。往些的改没把的，团结国内有了就个没把大，有让什么引起民间可多的我不让什么就太个没呢，的安尼有了就土要嘛，我不的讲往些的，我们写把的，有些写把你的太过要。其实讲我往些我们写把的，有我不你不的有的马车呢，我不写把的有你的马车呢，往些个有了就没特别大。第到一直看来是团结个国内有了就啥没。团结国内有了就没啊，这他往些呢都没给写把一个嘞，是扎军这种的这边心里的台湾嘞，是的，往些的对立的台湾嘞，是的，军政的团的上面当去啊，其实扎军这种的这边心里的台湾，现在他往些啦。多把的都没给写把你给拿呢，扎军这种的这边心里的台湾，因为就是干的是个团结国内有了就啥没，就个民度啊，团结国内有了就呢，掏钱的数钱的，这下个就是数的这样，往些给通过来的。难过来的难通的都哇，第一对团结有了，国内有了满足吧，团结国内有了满足吧，现在扎顿这种的这心里的条啊，第一对都没给写吧，所以我们的说往些呢都没写过来的，是第四个。那我们在讲述像是根知的时候呢，会提到说根知呢，它一定要是属于无分别知，它呢不可能呢会是分别知，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在释量论里面呢，还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承许呢根知它是分别知的话呢，那这一切呢都是和理路呢是完全相违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是汪些呢，根知呢，它是无分别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它是不需要关带着就是身共相还有异共相，它就能够去入于境，显现于境。就是呢，如果说根知它是跟分别一样，是要透由就是身共相或是异共相呢，才能够去入于境的话呢，那就会有很大的过患。会有什么样的过患呢？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根知的特性呢，它就是一定要接触到境，它要接触到境之后呢，它才可以去了知境或是显现境。比如说呢，在我的眼睛和如果我的眼前呢有一个墙壁的话呢，因为有这个墙壁作为障碍的缘故，所以我的眼睛呢就没有办法看到墙壁后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说我的眼知呢，它如果不是无分别知，它如果跟分别知一样呢，就是透由就是异共相呢，透由异共相呢就可以去入境的话，那照理说呢，这一堵墙呢，它并没有办法障碍说我的眼睛看到后面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述我们心绪里面的分别知来说好了，就是当我现在现起了就是我想念的某个朋友，或者说呢很遥远地方的亲人，或者说呢以前的同伴，或者说呢祖父母等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透由分别知呢想他们的时候呢，那你想他的时候呢，透由异共相去入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不受限于任何的障碍，无论说前面有墙壁或是没墙壁也好，或者说时间或是空间，就是地域等等，它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呢可以阻碍你呢，然后现起就是这些人的这个影像。
现起这些形象，它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眼知呢，它如果跟分别知一样是直身意康为混合的单着知的话呢，那照理说前面就算有墙壁呢，它也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看到墙壁后面的东西，因为它是透由意共相呢去了知的。所以呢，根知呢，它不是分别知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有它的特性，就是它一定要接触到镜，它唯有呢接触镜之后呢，它才能够显现出镜的形象的缘故呢，所以它是会被阻断的。它并不像分别知，因为分别知呢，它透由意共相呢，它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阻断。你只要现起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你自然呢就可以趋入于这个镜。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为什么呢？凡是根知的话呢，它一定是无分别知，因为呢，它是不可能透由意共相，然后去趋入于境，所以呢，它是会被阻断，它是会被阻隔的，所以它一定要直接接触到境，才能够现出这个境的形象。好了，他的理解，他的呢，这个中秋的罗尼团结是，他中秋的罗尼团结是呀，的，安尼卡勒是啦那，中秋的罗尼团结是的，中秋是的，有了准备过的就吧，其他嘛是，撒旦给多巴的东面是的，有了中秋的过的开发切送啊，但那是，安尼新旧的中秋是呀的呀。有了就是给国内开发企业了，有了就是给国内开发企业的呀，准备国内就把设立的有了我给就把设立的，有了安尼卡热是呢，恰些是马切瓦就把，准备国内就把设立恰些是马切瓦国内就把是quoi。但本来东面给下巴大不了中秋，现在看的是恰些是马切瓦中秋准备国内就当看的嘞是修吧因呢，本来碰见明显大不的下。碰见明显的，卡上满足卡的是呢，碰见多把给这些送啊，碰见多把的娱乐就云的社会观念就把是，恰些是7年就把卡的是呢，碰见多把的碰把了就卡着就别在呢，碰把的有的那些刚了对的，对的自己把碰把没打把碰把定给切把的给把了，说把等待给碰把恰些忙不起，别哪里碰把困难了就把马都碰把给恰些他们这了哪里生呢？rawa di nane pumba kona na chuma mato chashe thamje la pumbe tengi mita ba chaba la soba teda chugu mares ti ji chashe so cheni chubas tagara ko tagara sujo de le capture ta tu sure se na pumje mi she de gi pumba la jube se na pumba da mita ba da pumbe tengi mita ba da chaba la soba teda thamje la ya chashe so cheni chubares na mares pumbe ki chashi pumbada pumbe tingi midabada pumbe tingi chabala soba teda tamjela nyamdu chanyamdu chubares chanyamdu judagares ne pumzi mishela pumba na yundu pumbe tingi midabada chabala soba teda tamje nyamdu nangi wares ti kares na kasanyama manzo yege kala dunding nanglo la ya yula de de yudu rashi kala de de zichi se yundu yula de de zichi se du 아니 지셔 나유도 제베 봄바다 봄베 땡기 미다바니 율라도 두데 지지인다 봄바 나유도 제베 무슨 간데지이나 봄바 나유나 봄바 미다바 나고레 무슨 간데지라 봄바 미다바 나나 아니 봄베 땡기 미다바 나나 봄바 나고 그래서 제자 봄바 나유도 제베 무슨 봄베 땡기 미다바 나유도 제베 무슨 이거래 봄베 땡기 미다바 나유도 제베 무슨 봄바 나유도 제베 무슨 이나 군인이나 봄바 유들라 율라도 두데 지지 그래서 어다도 쉬바 어때 때가라 딘nen가데 마키니 용제 단다디 갑소양 아니 가레스나 봄바다 봄베팅기 미다바다 봄바다 유드라시 강아들도 두데 지집에 창념도 봄제 미셰기 주고요레스 가자 창념도 봄제 미셰라 봄바나메스나 창념도 나용요레스 강한념도 나용요레스 봄제 또발라 냠도 낭리얼슨 낭리어 마레스 코차시수 체닌 주고요레 봄바 코나나마도 주고요 마레스 어디인도다 코 세고네 주고도 주고네 주고서도 코니 찌글찌글이야 코아테야라 판도요레스 어쨌든 딱 두베고네 주고서디 무슨이라 두베고네 주고서야디 도도 수고요 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说分别知和无分别知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述说直生意康为混合知，还有说呢以离直生意康为混合知，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二者的特性呢，就是它在趋入于境的时候的差别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段就是下一行就是彼与成立趋入之二者同义，就是在
67页的第2段的第2行，就是提到说呢，无分别知呢，它是与成入趋入知二者同义。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成立趋入知还有遮潜趋入知。那成立趋入知跟遮潜趋入知一样呢，它也是对于说，就是这两者呢，对于在趋入境的时候呢，差别于在什么地方？那就讲到说，无分别知呢，它是跟成立趋入知呢，二者呢是同义的。那所谓的成立趋入知呢，就是讲到说，它在趋入于境的方式呢，它就是能够同时呢，趋入瓶子的一切特性。那这种趋入的方式呢，就是这边所讲的成立趋入知。那我们之前在讲社类学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说，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那讲到说观待境同质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就比如说以无分别知来说好了，无分别知呢，它在趋入于瓶子的时候呢，它对于和瓶子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的，像是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作，这种呢都是和瓶子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所以它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们是观待境呢同质一。那观待境是同质一的时候呢，就表示凡是能够显现瓶子的现前呢，它必定能够显现瓶子无常，它必定能够显现瓶子的无常，因为他们二者呢是观待境同质一的缘故，所以只要一者为境的时候呢，另一者必为它的境。所以透由这种方式呢，就比方说它在趋入瓶子的时候呢，对于瓶子的一切特性呢，它都能够同时的趋入。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成立趋入知。那在讲到说遮潜趋入知的时候呢，它就是除了趋入瓶子之外呢，那瓶子的一切的特性呢，它皆没有办法趋入，就是遮止了瓶子的一切的特性，它唯独趋入于瓶子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这是遮潜趋入知。那这种趋入的方式呢，也就是分别知趋入的方式。就以我们说直瓶的分别知来说好了，直瓶的分别知呢，它趋入了瓶子，但是它有办法趋入，就是和瓶子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的，像是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作等等嘛，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连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作等等呢，它都没有办法显现的缘故。所以呢，在讲述到说是成立趋入知还有遮潜趋入知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说二者呢趋入于境差别的方式。他的理解，他清晰。我送那了嘛，我不落你当，他我送生日的哈，本来碰见米些大不的，我送大不的，安尼开始是呢，准备过年就把的，是吧？开始是准备过年就把的，本来碰见米些大不的查下呢，碰把了准备过年就把的，碰把了查些什么，这个过年就把的。他我送的多没个些吧，因为这些木话就我送青衣过上了，但呢，阿哥个话多把的这些马车位的话的，我送给青衣的话，哦，他第一点呢，多没个些吧，因为这些叫木话去，告诉爸爸做的夸奖啥的，先就的中秋干的这些事情要把印章，安尼开始是呢，我送谁呀的，准备过年就把的，开始是呢，碰见米些大不了，碰把了就变成呢，碰把给有的人是讲了，就自己被车他们家了，查些说马车被过年就把印章，安尼准备过年就把的，我送。那么忙个不落你的，那了忙个不落谁的这个这样，那了忙个不谁的。然于社会闹啊，是个闹些不的，只当闹了忙个不落些不的，闹些不闹下的，安尼大家是与多把的落几张把了闹嘛，那给这些个嘛，落几张把了闹嘛，闹些不闹的，可那边下嘛下，咱们可了过个了吧？第一个是闹了忙个把谁的，然于社会闹啊，是个，然于社会闹啊，看起来与的了个不这么牛吧？有的忙也罢，也没有罢，有的人一些真没有罢。哦，天天进来那了忙也不老是个，你那了下边的人有其他那边下在刚刚来呀，你告诉爸爸可就有嘛的，团结个，其他这个大家人来的，团结个搞了嘛不加那，俺他都做应该的。
但那了忙也把录音的，让有社会闹啊，只当俺做让有社会闹的，下巴没把生产经济下巴是了那的，让有忙也别生产经济把是了个，让有忙也别生产经济把是了的，社会闹啊，是的，囤积的慢点吧，囤积的这话没把，囤积了马掉吧，囤积没别可能有闹，哦，他天天经了呀，安尼社会闹啊，是个有把印象，可囤积了对口个样嘛，囤积了对门口把的人有了，忙个对门口把有，忙。吧，有了就把干些起来，有了那些天如果要的呗，是那那些天如果要嘛的，天都拿了忙个呗，loss。但天看的是那，准备过年就把的是过，但准备过年就呀，是呀，天呀，哎呀，他你忙不掐住就光的。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在讲说成立去路支还有遮遣去路支的时候呢，是从它去路于尽的方式呢，然后来做区别，就是以平直的直平的分别支来说的话呢，它是遮遣去路支。为什么是属于遮遣去路支呢？它就是对于说和平直呢是关带实境自性成住同直一的这些法类呢，它是完全遮止之后不去路之后呢，唯独去路于平直的缘故，所以它是遮遣去路支。那成立去路支呢，就是凡是和平直呢，像是以直平眼支来说，它对于和平直是关带实境自性成住同直一的这些法类呢，它在去路的时候呢，也是完全的会做去路，是没有任何的遮止的缘故，所以是属于成立去路支。那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呢，接下来内文就讲到说，事项呢安立为现前还有显而未定这两者。那在讲述现前的时候呢，就是现前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到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说，凡是现前呢，它必定是属于无分别支，所以它一定是以离直生义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之，所以它一定呢是属于成立去路支。那对于显而未定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显而未定呢，就是从字面上去解释的时候，在讲述说显这个字的时候呢，显而未定的显字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自尽清晰显现。自尽清晰显现呢，然后什么是未定呢？自尽能够清晰显现，但是不能引申决定的缘故，所以叫做显，但是它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叫做显而未定。所以它既然是这边讲述的，就是讲到的说，它对于自尽呢能够清晰显现，跟我们一般呢在讲述说，就是我们显现形象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显现形象。能够显示出形象或是显现形象的时候呢，就是要有正的。但是这边显而未定的显字的时候，它讲的是对说自尽能够清晰的显现。那既然讲到说它能够对于自尽清晰显现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很明显呢，它是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因为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说，你只要依靠着异共相或是生共相的时候呢，你必定对于自尽呢是无法清晰显现的。但是显而未定之呢，他竟然讲到说这个显字，就比方说他光在字义上面就已经表示说他对自尽呢是能够清晰显现。那凡是对自尽能够清晰显现的这一种呢，它呢一定是属于就是无分别支，就是它一定是不需要依靠着生共相或是异共相，所以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支。那同样呢，它一定是属于成立去路支。对。다 알아서 어다들 아니 나가 제가 다 나라 망가 별로 따고티야 아니 라히를 두베 거니 주고 다 빼나 나라 망가 별로 더버지 자잖아 이 수제발라 사바 차심비 기부주기 단징이시 이 단념발라 사바 차심비 기부주기 숭지미시 어다 된데라 소바 된다라야 수대다기 유다 차셰 유디란시 간라데데 주디 지지비 최대다 나기 요아레데 에 나기 요바 인자 대다 탐제라 주고 요아 인자 아니 고 두베 거니 차셰 탐제라 주바 인자 아니 알아서 두베 거니 주바 나라 망게 별로 제자 다테레 두베 거니 디양 세웨 거니 juk 셰바데 두베 거니 juk 셰바데 주게티 로 텐딩기 유라 주주디 케자 마레 lo tun di ki pen da di juk shebe juk di yu de la nawa ta yu ta gara re ma to ya yu di se dube ko ne juk shebe juk di yu de nge ko be ke ja ma re di la ne ane pumze mi she ki pumbe mita ba da ka we mita ba de zo to la ne ti ki ma ro wa mita ba wang she ki ane simje ki sala wang she ki to ya yo ma ro wa mita ba ngusum wang she ki to na wang she ki ngusum to ba re du ko re ane so so ke we ku le ya mita ba ngusum to ba lo yo ba cha du ko ro wa mita ba ngusum to ba de la pa ba ma shi yo ma ro wa
de na ni wang shi gi mi da ba mo sum do to ya de la sa gi sa la ma do pe che yu gi ma re e so da de da那了忙个不论你当，但这些老些你的超级那么做，这些老些你的超级做些呗，这些老些些呗，这些老些的，卡里考过来是呢，也给讲的了过去的，生出了这些老些你的超级些吧的，多把的啦，多把老些记得，多把老些记当，安尼没呀，多把老些记你要把人家变得记得呢，老些的了，多把老些的，多把老些你要把人家。老些的了，多把老些的，多没老些你给呢？多把老些的生出来，这些老些你给超级生出意是讲了些咋说啊？但这个呢，马给的第一开始是那老些，也给讲了这些老些你给超级，你那生出意了对，这些来呀，多把这些的，多没这些给呢？多把这些。老些了，多把老些的，多没老些你给呢？多把老些，第二你的生就意思了，对，他第一个他妈的开始来了嘞，这些了，多把这些的，多没这些你给呢？多把这些多少了？他第他妈的多没这些来了，多没这些的都有意思。这个那些老些了，多把老些的，多没老些你给呢？多把老些的生就意不多差了哇，多少一直的多没老些的，安尼都有意思，这都是什么样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成立驱入之，还有像是遮遣驱入之的时候呢，还在讲是驱入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在讲述说像是服顺义的这种了知，因为凡是服顺义的这种了知呢，它在驱入的时候呢，是要有正德的意思在里面，或者说能够决定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呢，像以成立驱入之来说，好了，就是以直平眼之来说，虽然说它对于它是成立去入之，所以直平眼之呢，它在去入于平直的时候呢，它也同样去入了就是平直的无常。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直平的眼之呢，它去入了平直的无常的缘故，所以它证得了平直的无常。因为呢，根知它是不可能去证得平直的无常的，就是以凡夫来说，或者说呢，能够透由根知呢去证得平直的无常的呢，就是除了佛圣者之外呢，其他的有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边在讲述驱入的时候呢，完全是讲述说它能够显现境之外，它显现境的方式之外呢，并不是讲到说我们在讲述福顺这种了知，就是说你在去入的什么时候呢，你要证得的这一种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会说就是直平的眼知呢，它能够去入于平直的无常，那就变成说它证得平直的无常，但是凡夫是不可能证得平直无常的。所以这边去入的意思呢，就是大家不要把后面我们在讲述去入于什么的时候是证得的这种意思呢，就是搞混在一起。这边所谓的去入呢，就是纯粹讲到说就是显现的意思。那所以呢，讲到说无分别知呢，它和成立去入之呢，二者是同义的。那事项里面呢，就像是现前还有写定、显而未定这两者呢，它一定呢是属于成立去入之，因为呢它一定是无分别知。那同样的呢，就是在讲述到我们前面在讲述分别知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分别知呢，它又分为是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是分别的颠倒知，所以提到说在觉知还有颠倒知二者的一部分。那同样呢，除掉了这属于分别的这一部分之外呢，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无分别的颠倒知这两种。那所以无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无分别的颠倒知呢，它也是属于成立去入知。那对的，让给那他第一节，他的呢，他终究给了你的你珍惜，我说那了嘛，给不了你的这些东西你超技能就是他这些，他让给那有了出为这个出现给珍惜是老些的多把他们这多是，他这个都深究的中间你的给这的做啥子，他的呢让给那有了出为这个的出现给珍惜。他出现的嘛，出现吧，谁的给这的嘞？那说，他让你那有了出于个人家的出现，除了话，些把的挪瓦过去了哇，过是的了呀，挪瓦，他买一些的地吧，那哇，他天天去了呀，除了哇，那说，他买一些的地吧，那哇，让你那有了出了的吧。te mai shi du rangi na yu la chua se de rangi na yu la chua se de rangi na yu te mai shi du
아니 나유 되니 퇴시 마인신도 퇴신지기바 나와라 아니 랑게 나유라 추와스 추리바스 어다 디수고요 다 추시다 마추비 샤바 세야디야 마추비 샤바 세야디야 오 가리팅니 샤그레스나 오 세리기 차치과레스 오 세리기 차임바 간시라 유라 낭수기 과네 낭당데 미다와레스 낭수기 과네 차바 체고레스 낭당데 간데낭게레스네 대마인시도 대임바 나와지라 추와스 오다 텐데지글이야 아니 추위리바 아야 추시에스기레스 오다 디수고랑게 나유라 추위리바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错乱之和无错乱之。那在讲述错乱之的时候呢，讲到说错乱于自之显现境的了知呢，是错乱之的性相。那它的事项呢，就提到说所有的颠倒之还有分别。那我们在这边讲到说错乱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错乱的意思呢，就是错误的意思，是它对于自己的显现境呢，就是错误的显现。那什么叫错误的显现呢？就是它对于非比义呢，然后显现比义的这一种呢，就是所谓这边错误的这种显现。就是说，它对于自己的显现境呢，非比义，但是呢，把它显现成为比义，就是这种的方式，这种错误的这种显现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错乱之。那同样的呢，在讲述到说它是了知的时候呢，也表示了它的体性呢，就是明且了知的这个体性。哦，对的，rangi nayu le chui ribas. Tadi rangi nayu la chui ribas. De rangi nayu teda te maishin de teimba naware da. Deda te maishin de teimba nawade zimba ni di kagare. Reswa zimba sheba de zindang korang la kogore. Ti indi ko lo she chadu gure. Reswa te maishin de teimba zimba la ani ko karasene zindang la noare. Zindang la nodro de ko lo she chadu gure. 出现咱这个嘛，老百姓吧掐住呀。那谈到第一个说，出啊些吧的样，怎么了想呢？更卡的要的是那边呢，白呢，卡的是过来。让给南语的出啊些的，让给南语的太满意些的太硬吧，那我咱们人嘛都太满意些的太硬吧，怎么了苦叫嘛？太满意些的太硬吧，那我的那怎么你的卡卡的？白掐下吧，呢，俺让做了呀，ผมจิตตกป่ะ 당연한 줄로 배나 품지 똑바로 붙이 깨기요나 품지 똑바로 붙이 깨봐 있는 거는 좀 품바 왕체 통용이 장자리 당연 좀 품바 통용도 품바 세대 나와디 시샤제 또도 샴슈뭐 주교 근데 시샤제 나 대가라라 어디 품바리 사명은 진짜는 두기래 봐 난그래 봐나 상이 교 품바디 키쇼아 쓰는 가자라 품바디 상이 가라 품바지 야로치야 마 샤데치고 나 품바지 야로치야 라디 라야 다들 키용 그 상이 키용이 요래디 나야 다들 로리야 상이 공간을 본바디 이야기를 와 삼사르지 또 되고 샤슈면 나와들 문지체 대마이 디 본바이 마인시도 디 본바이 맞다고 나와지 용이 요라 나와 이내 텐디기 로텔라 본바쯤 또바 디기 지야데 본바증기 요라 마도 그 진나가 본바레 마도 그기 진나 다가나나야 그 지야데라 봄비기 나와딩이 봄바리스 징이요 그래서 짐바이나 아니 카르레서 그는 봄베 든지딩이 봄베 나와딩이 또듯이 주기 든지나 나와딩이 봄바임바 진수나 텐데기 봄바 짐베 똑바딩이 로베샤바 차도 그래서 로베샤바 차도 나야는 그 봄비 든지디 봄바임바 당이요 이네 지야라 봄비도 시야는 그디 봄바임바 생기요 그래서나 생기요 말 시야는 그 시윤을 주와다 로시 차도 디디 rangi nangyu chuas so rangi nangyu chuas yedi rangi nangyu te mayin shin du te imba nawa dagara rangi nangyu chula gre ma te mayin shin du te imba zimbal no juba dingi norgirita otin 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错乱之呢，它是错乱于自之显现境的了知，所以我们这边要理解到说呢，凡是错乱之呢，它是对于自己显现产生错乱，并不是说执持错误。就是凡是错乱之呢，它是显现错误，就是它显现呢，就是非比显现于比的这种错误，它并不是执持错误，因为 当他对于自境呢是执持错误的时候呢，他就不是所谓的
错乱之，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颠倒之。所以这是我们这两者呢要分清楚的地方，就是显现错误的时候呢，表示它是错乱之，但是呢，执持错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会变成颠倒之，就是对于自净显现错误跟自净执持错误呢是不一样的。自净显现错误的这一种呢叫做错乱之，自净执持错误的这一种呢叫做颠倒之。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说以直屏的分别支来说，就是相信各位呢都看过瓶子。那比如说呢，就是明天呢就是我要修法，然后可能需要一个瓶子，那我就跟某人说呢，明天呢借我一个瓶子，因为呢我修法的时候要用。那虽然这个时候呢我手上还没有拿到瓶子，但是呢我已经现起了瓶子的异共相，所以显现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异共相呢，显现这个异共相之后呢，然后我直持呢是直持为瓶子，但是呢显现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异共相呢，然后把它显现跟大腹扁足能装水呢，会把它显现的是一样的，但是我在直持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直持到大腹扁足能装水的异共相，我直持的呢就是直持瓶子之外，我并没有直持瓶子的异共相。所以呢，当我跟别人说呢，明天借我一个瓶子的时候呢，我所显现的呢会显现瓶子的异共相，但是我直持呢，我并不是直持这个瓶子的异共相，我只是直持瓶子之外，我并不会去直持这个瓶子的异共相。因为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所直持的是瓶子的异共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错乱之，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颠倒之，因为你把瓶子的异共相呢直持为瓶子，但是呢，直瓶的分别之来说呢，它对于它所直持的净呢，它并没有直持错误，因为它完全呢就是它就是直持瓶子而已。不过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把瓶子的异共相呢显现为瓶子，所以呢它是错乱之，但是呢，并非是颠倒之，所以这两者的差别呢，就是要区分清楚，不然很容易搞乱。他谈到我让做多的些是去个团聚那边给那话就下去生意我了的去用下来，谁还的我咋了去用下来，上面给那话的多的我的小学我去给我银币给那话就下个月嘞，等等那话下呀的多的我的小学我的去给我银币给那话下那把下呀给那把得到不给碰把就没把的为什么？말이 요아라와 요 이제 코이기 지야데 텐데기 또데 샤주 추교기 던주베기 던지 추교래기 던지기 폼바치 유 ngobochi ye ngobeni chile ye te bachi 코이기 삼기 요아라 마도 메te bachi 삼기 요 말와 삼기 메와 이제 코 카레스나 유 나와 짬 가자 코 ngobeni chile ye bachi 삼기 요바 인자 ye bachi 삼로 땅기 요바 ye bachi 징기 요바 인자 아노 코 카레스나 로 취시 이나양 로 튼튼레스 코카르스는 코에게 삼로 땅야디 예대로 동비니슬 또대와 샤슈와 주교한테 리치상이 기용거를 선배되는 오버지 요아와 답변은 매바지를 차샤바이나 배는 리본고라 라유니지 상이 리본라 기용기 인다스 라바이나 리본고라 라유니 기 리본라지 상이 기용기 인다스 라바이나 미샤바지 결혼 리본라지 기쇼아 상이 기용기 인다 라바이나 로라 차야 리본기 라지 리본고라 라유니기 나바칭기 리본지 라유니기 나바칭기 리본지 모베니스를 여바지 삼로 땅에 여 디삼로 땅하는 시 모베니스를 여마로와 디두고 삼바디 치디 리본라 짐베기 똑바디기 리본라고 대모베니스를 매바지 삼기 여바 인자 대모베니스를 매바지 짐바레 이나야 단당한 속이 랑이 나이를 출시바데 추아데 짐바라 고죠 말아 나와라 고거래 나와 세든 것도 두스타인데 나와들이야 봄바레 다워지 봄바임바 낭니 하는 저기 어상이디 그런 봄바데데 섭다데데 지요와 체아지요와 충아지요와 체아데 뭐가 충아디기 득사레스데 거 저기 나와질라 다가랑기 낭니 하는 건지 지지 라트 치기야 다티인데 랑이 나이를 출루시아바데기 짐발로 고죠마 짐발로 코나 아니 추시에 탐제 가리인라고 그래 로시 있으라고 키고 진짜 로시의 추신 얘기 나는 로시에 있는 추시에 비켜버려데 추시에 있는 로시에 비켜봐요 말 디나는 하바도 제바기 리가 딘조 가임바 딘조 제바 딘조 강가 아니 참아라 지소밥에 참았을 기요와 제바 참아 강가 참아래디 그 랑이 나이를 추디어로 고든지 되면 인시도 되인 받는 게 알아 어때
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像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义共相呢，就是我们现在显现出了一个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形象。那显现出这个义共相的时候呢，那有没有符合这个形象的东西呢？有，就是瓶子，就是有一个完全符顺这个形象的瓶子是存在的，就是有一个符合大腹，然后呢符合扁足，然后又能够装水的这个东西，这个呢在实际上呢是存在的东西，而且呢就像是呢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呢能够现起了这个瓶子的义共相的时候呢，那我会跟你说呢，哦，你有一个大瓶子跟一个小瓶子，但是我明天修法的时候呢，我不要那一个大的，我只需要那个小的瓶子就可以了。就是因为是符合于真实情况的缘故呢，所以当我这样子跟借的人讲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可以理解到说我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只是在显现之上呢错乱，就是把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义共相呢，你把它显现为瓶子，但是它的这个显现义呢，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显现义呢，这个瓶子呢，它是存在的吗？它是存在的，它也是有的，它是完全符顺真实状况的缘故呢，所以呢，这种直平的分别之呢，它仅仅呢是错乱之之外，它并不是颠倒之，因为它的直持境呢并没有错误，它的直持境呢是平治，而且它所直持的这个平治呢是存在的，是符合于真实相状的缘故，所以它并非是颠倒之，它仅仅是说在于自境显现之上有所错乱的缘故，它把平治的义共相显现为平治，在显现之上错乱的缘故，所以它仅仅是错乱之，并不是颠倒之。但是呢，如果说我现在呢所显现的呢是一个兔子脚，就是呢我现在显现出的这个义共相呢，就是兔子呢头上有长角，然后呢兔子头上有长角之后呢，然后我跟别人说呢，就是明天呢我要把兔子脚带过来。那这种直持呢，它就是错误的，因为虽然说你的显现呢是一个兔子脚的义共相，但是呢，这个显现义呢，它并不存在，就是真实情况呢，并没有头上有角的这种兔子，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它的显现义呢是不符顺于真实状况的，所以直持兔子脚的分别之呢，它本身呢是颠倒之，因为呢它的直持境呢是错误的，因为它的直持境呢就是它显现的是兔子脚的义共相，但是这个义共相的这个显现义呢，这个显现义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显现义就是世界上并没有真的有头上有长角的兔子，所以呢我们是不可能有兔子脚，所以其实兔子脚的这个分别之呢，它既是错乱之，它也是颠倒之，所以这两者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就是我们可以了知到呢，就是这边讲到说事项呢所有的颠倒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凡是颠倒之呢，它片是呢错乱之，但是错乱之呢，它并不一定会是颠倒之。就像刚刚所讲的直平的分别之，或者说我们讲说一切的比度，或者说我们以比量来讲说好了，比量呢，它对于它的境呢是一定不会有。它对于自境呢，一定不可能直持错误，因为它是量的缘故，它一定是能够证得，所以不可能呢会产生这种错误。但是呢，它还是呢会现起把这个显现的这个义共相呢，就是把非比义呢，然后呢显现比义，它还是有这种错乱的情况发生，因为它会产生义共相的缘故。所以呢，像是比量，因为它是分别之的缘故，所以呢它也是错乱之，但是呢它并不是颠倒之，所以这两者呢一定要区分清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只要是颠倒之，一定是错乱之，但是错乱之呢不一定会是颠倒之。Tapena ngaranzo soso ki magasa ngaranzo nyamle le samlo tamba ina nyamle le nanglo da jani samlo tamba ina soso ki magasa ki miji ki ani karasa kore ta ngaranzo karsa kore chawa sambuji dubdeyo ani cha chawa da kora jowa da shena jimba tanya da chawa sambuji dubdeyo na ina chawa sambuji ngaranzo ki lo la nangi yorwa yuna nangi yore di ina yang lo chawa sambu di nangi yore susugi magasa digi jimba tangwa da chawa sambu nangi yore di susugi nangi yore di ina di chawa sambu di zingi yore besena di chawa sambu di zingi yore besena zingi yoma shengi yore besena shengi yoma rwa
가르스는 디 자와 성부임이 지금 아 디도 거도 대가서 그 녀모 그네라니 그 지지지기 된다래 그 니니니기 된다래 섭제 먼저 된다 에 된로 빨 제기요 소소게 뭐가사네 아야 소소기 가사다부지 임바이는 소소기 가사되기 자와 마롱아지 제기 유네야 자와 상부 마임바지 제기 요바디 제기 요바디 나란조 로라 남기 요아레디 이네 로라 남기 요아레디 이네 디 양나란조 징기 요르베스나 징기 요마로 셴기 요르베스나 자와 아니 상부 마임바 셴기 요르 자와 임바 임바 셴기 요르스 셴기 요마 소소기 가사되기 어고 자와 마롱아지 제바 나란조 로라 남기 요아레디 이네 디야 tuyang lopa la teche, di ko chawa sambu ngenpa cheye, di ko chik yapore da, ko chik di ka yo mare, ko chik di se je, ka chi sa mangbu chiki teshe kyab che, tuyang lopa la teche, ena ko chawa susu ki kasa di ki chawa ngenpa chi che ina, chawa ngenpa di shengi yo mara, lola, shengi yo mara, chawa ngenpa di lola nangi yo re, ina shengi yo re sin shengi yo mara, zingi yo re sin zingi yo mara, lola nangi yo re sin nangi yo re, takana yu susu ki magasa di ki chawa sambu chi nangi yo re, lola cheba di ngaranzo, lola nangi yo re sin nangi yo re di, ina yang ngaranzo di shengi 요르스는 샤바디 요마르 지바디 요마르 어디인디 아니 가르르스나 마란조 어체자 로라 남츠의 진취니 캬바디 마란조 초알 예레기 초알다나 디레 상도타야 두아 캬바디 那或者是呢，以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所不喜欢的这些人呢，那当我对于我不喜欢的这个人呢，那我看到他在像是拜佛供养，或者说他在绕塔，或者说他在布施的时候呢，那这些呢是善行，就是我们呢会不会显现是善行？会，就是他在做这些善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显现出他在行善。但是我们在执持的时候呢，会执持说他在做善行吗？并不会，我们也会执持，或者说会单着会执持他在做善行吗？没有，我们一定会想说。他现在做这件事情呢，一定是有某些目的，他才去做这种布施，他一定是想干嘛干嘛的时候，他才去做这些。所以，虽然说在我们的心绪里面呢，他做这些善行的时候呢，我们有显现善行，但是你并不会去执持或去单着呢，他所行的呢是善。那相同的呢，反过来说呢，就是当我们和我很好的这些人，或者说和我们很亲近的这些人，他在行一些恶事或是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显现他行这些不善吗？有显现他行这些不善，但是我们会执持或是单着他做的是不善吗？不会，我们这时候会找出各种种种的理由，说他这么做呢是不得已，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显现他行不善，但是会执持或者说他单着这个不善的事吗？并不会。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呢，可以了解到说，就是显现呢跟执持二者呢是不一样的。调节是对不对？ 아니, 거기 분진 또바 디 분바라 난기레베세. 분지 똑바 분지 똑바 때라 분바낭기레베스. Nangre di ko pumbi tunji di nang do nganzo to de shi chu ki tu du samla tan da phumba se da o to de sha chu tunji no ba tende ji sangi ngala goye tende ji phumba di kisho asla di o sangi nga phumba tende ji ku du se ne du nang do nganzo lo le ji di ki sabta da de yi da khado che ba ta phumba da khanshi kiran ze phumba da khanshi mande go na mandel go se ne kya ga na mende nga gi yar ba ta mende nga o mende go se mende se de sabda ji na yar ba di tokpadela tagarang tokpadela nangyar ta tokpadela lotela tokpadela ya nangsu di dangaranzo mende ngosum ombe shebegi mishegi mende ani mendel ina pumbaina de nangsu indi khagare ombe shebala na indi khatu yut chegu ya tokpegi yutela na wandi yut chegu ya mare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请问仁波切，直频分别知会不会显现频？那这个呢，当然是会的。就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在显现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义供像的时候呢，你自然也会显现出瓶子的相貌，所以它一定会是显现的。或者是说呢，就是不要说瓶子，就比如说呢，有些人就是他想要曼达盘，那他就会打电话来印度订说他要曼达盘。那他曼达盘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订，他其实他已经显现出了
曼达盘的这个形象，它已经显现了曼达盘，所以他会讲说，我所需要的这个曼达盘呢，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它的大小是多少，那它上面呢要具备什么样的花纹跟图案，就是它其实都已经现起来了，所以它一定会显现起来。不过就是讲到说像是直屏的分别支，或者说像是直曼达的分别支，跟我们眼睛直接看到曼达的这种曼达盘的这种显现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就是眼睛要显现曼达盘呢，就是它的前方呢一定要有曼达盘，就是它一定要遇上这个镜，它才能够显现曼达盘。但是分别支在显现曼达盘的时候呢，它不用直接接触到这个镜，它就可以显现曼达盘。哦，老说，他让给男人了，出啊，日吧，出些个经验，出些这个这多的嘛，都这个目前呢，出来下巴是个，出来下巴是的，太满些都太一般，那啊下巴是，我那第四个了，那下巴是出些个经验，他出些那么就下巴你个，开巴的，我说的个差一把，这把一把看起啦，安尼原来当初有关呢，这个天马影视的天马影视的天影吧，那我当这个天马影视的天影吧，那也没吧，他了天影吧，那我当都全了那吧，我的天马影视的天影吧，那我现在的，也没那人家那有了主啊，是都靠了那我当都天外边的出来有吧，我当然了。靠了那我当都天外边的出来没吧？因那安那靠看的是出些是个，但那碰见多巴啦，碰别囤积定义，碰把马影视都碰把因吧，那个有的。那我都天外边的出来有的为是呢，有嘛的是。那我当都是个的，怎么当都是个嘛的，你怎么当都来那这个嘛，个经济嘛，这那碰见多巴的老些差多呀。你碰见多巴定义出些个经济嘞，但出些是的，人家那有了做过个那，这些碰见多巴的，人家那有了出当个的是那，碰见多巴个那有的。碰别囤积下呢，碰别囤积的了，出来的，拿来的，看的是哪个的是那，碰别多把了，碰别囤积等于碰把买一些都碰把一把，那个有的，天哪一次天哪他都从外边出来要嘛的，那一次那个那有出来的吧，出来是的高铁的，但人家说不都我说的给差别给家的，出些个经验是好的的。那我们在讲述错乱支和无错乱支呢，这两者的差别呢，就在于说它对于自净显现上面的差别。因为呢，以体性来说呢，二者呢都是明了的这个体性呢是一样的。那二者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它在自净显现上呢，就是一个是在于自净显现上呢产生错乱，一个是对于说不错乱于自知显现境。那一个呢是错乱于自知显现境，所以呢就表示说呢，它对于自净呢是否产生错乱。那以直屏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话呢，就比如说直屏的分别支来说好了，直屏分别支呢，它的显现呢，它的显现境呢就是屏支的异共相。那它对于说自己的显现境呢是如何的错乱呢？就是这个异共相呢比非屏支，但是呢将它显现为屏支，所以它对于自净呢是显现之上的错乱，所以呢它对于自净是显现上错乱这一点呢，把它称之为是错乱支。哦，他这些老些的都把他们这多是，老些的都把他们这多是了，老些的都把他们这多是的个，老些些的老些人呢出现也差不了，是吧？都把人呢出现也差不了，人呢老些的都把他们这出现人是的，老百姓把刚刚出现人是的当。都把刚刚出现因是的，夸的是没着完的，夸上了当上没着完的是来那，对，可是呢，老百姓吧是的，娱乐经济老多修吧，比如说都把等住出现因呢娱乐经济老多修吧嘛的，啥堂给可是呢，啥堂给就说什么，他的啊，啥堂给俺做可是来的是呢，出现是的，他。让给那有了出啊是的，挪瓦是个有啊，挪当的啦，下巴看得起呢，可能挪威吃的了你有，可是呢，那位吃了挪当鸡蛋，这边吃了挪当鸡你有有，说那位吃了挪当鸡蛋，这边吃了挪当鸡你有有，那位吃了挪当的可是呢出现是的，这边吃了挪当的老百姓吧的，可以这么大都从外边出来买把鸡。
그 동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지 그 셴바다 짐바다 어디지 셴바 있나 그 가르에서는 로베 셴바스 거 제가 짐바라 제가 난단들라 나와라 그 나왔다도 동업인이 주라 매바지 나와지다 짐바들이야 동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지 짐바지 니용구요 인자 동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 나와 잠리야 추시에스 거 코아 동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 나와 잠도 마세 나위기 강라 양자 코티레 삼체 우주겸니 데 짐바텔라 아니 카르스나 아니 로베샤바스 어디 로베샤바데 트시에스야 디기 고 남주데 진수기 권에 노수기 권에 시권 나의 권에 노수디기 땡니 트시에스 게제시 유과레 짐베 땡네 노수기 노에게 진달라 노베 권에 노수기 권에 로베샤바 숭비야 제가 로베샤바데 트시 캬바티시과那这边呢，接下来提到说，事项呢为所有的颠倒之，还有说所有的分别之。不过呢，就是在讲述颠倒之，它是错乱之，还有说像分别之呢，它是错乱之呢，就是这二者呢思维的角度呢是不一样的。所谓的颠倒之呢，它就是对于说境呢颠倒的安住的这一种呢，叫做颠倒之。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呢，就是了知呢，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就是会产生两种错误的这种方式，就是对于境呢，它会有两种错误的这种方式。那一种呢，就是对于说在境上的错误，它两种错误的方式，一种是境上显，就是在境显现上错误，然后一种是在执持境上面错误，就是显现境上面错误跟执持境上面错误的两者。那在显现上错误的呢，就比如说将非平易呢，然后直为平易这种。那比如说呢，义共相它本身并不是平质，所以这种显现的方式呢，是一种错乱的方式，就是它把不是平质的东西呢，把它显现为平质。那这是显现上面的错误。那执持上面的错误呢是什么呢？就是它除了在显现上错误之外呢，那它又很坚持自己执持为说，我执持的呢，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就是在显现上错误呢，显现境上错误之上呢，再加上说执持的错误，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颠倒之。所以颠倒之说它是错乱之的原因呢，是它在显现境上，除了显现境错误之外呢，在此之上又加上了它很坚持的执持，问说他所执持的这个东西呢是正确的，所以他在执持境上面也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来解释到说，颠倒之它是属于错乱之。어다들 대인들 로베시바티 취세 인구래 취세다 똑바 탐제 도 라야 디 로세 탐제 취세 인세야 디 카레 삼로 땅거레스나 그 진당기 동라 노르와 인자 콘낭출라 노르차레스 진출라 진당기 되나 노르차스나 병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지 짐바당 그 짐베 차라 유 강한 주방 짐베 차들라 노르차스나 콘낭출라 노에 차레 디주고 짐베 차라 노에 차나 콘낭이로 추와 인스 어디 삼당글 똑바 탐지 취세 인세야 디 짐베 차라 노에 게제게 삼로 당겨 말에 그 나위 차라 대마인시 병업인이 주다 미투바지 나와 잠기 땡니 아니 똑바 탐지 취세 인스 디 똑바 있는 취세 인고 세야 되다 로시 있는 취세 인고 세야 돼. 그 책다 잡아야 돼. 이난게 된게 돌아 고아 가가지고 돈을 낸토나 아니야 땡 삼로 두고 봐. 어디 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说颠倒之呢，它是属于错乱之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为什么会变成颠倒之？它为什么会变成说执持上是错误的呢？就是在执持上错，在境上呢执持错误之前呢，它其实在显现境的这一方面呢，它其实已经错误了。但是它在显现境上面错误这一点之外呢，它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除了显现上已经是错误之外，它在之上呢还硬要去执持这个错误的东西，就是你显现已经错了，但是你硬要去执持说你显现错误的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在显现之上呢又加上了执持上的错误，所以才成了错乱之。那对于分别之来说呢，它是仅仅呢在显现之上有错误之外呢，它在执持上呢并没有错误的。所以在说错乱之是颠倒，错乱之在讲说颠倒之是错乱之，还有分别之是错乱之的时候呢，虽然说两者呢好像有一点
类似，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差别。当我们能够区分这两者差别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能够更理解颠倒、还有颠倒之、还有分别之彼此之间的差异。배나 똑바 탐지 취시 인세 그 남출을 넣어라마도 그 진출을 넣어야만 배나 분지 똑바도 부지 자샤는 똑바 탐지라도 분지 똑바도 똑바로 와 똑바 분지 똑바 잡고되기 남출을 넣어요 그 분비 든지도 분바 마인시도 분바에 만난 거 요래데 짐비 차를 넣어야만 짐비 차를 가른 넣어야만은 분바쯤에 똑바들로 또 드시지 주게 든지 누베기 남바치기 분봉어버지 삼로 당기 요래 대삼로 동안하시 등업에는 수를 등바지 그 등업에는 수를 요래 요인자 그 강라 나와디 남수디 따도 요 말이 분비 든지라 분바 세도 분비 든지 이니 분바 이니 나와지 샤기 요래디 디요 말이 마도 이네 분비 든지 분바쯤에 똑바디 강 삼바다 강 짐베기 차 분바 등업에는 주 또 드시지 주게 든지 배 남바지 오버지 징기 요래 삼로 당기 요래 딜라 그는 노래요 말이 등업에는 수를 요래 요인자 똑바이나 출시인 거래서는 남수를 넣어마도 짐비차라 남이차기 넣어 계자래마도 짐비차라 넣어 말이 짐비차라 넣어서는 로 되미 두시에 계자래 그 강삼바다도 등업에는 수를 매바지 삼바 배나 다탄지 똑바 세도 다딱바 집에 똑바 딱바 다이니 딱바이니 지 삼로당 티 요마로 등업에는 무슨 다가나시 강사 따지 라완지도 집바스나 부여 봐 안주 강사가 당지를 라파지다 참무지 이샤네 강사 따지 라완지도 집바 대 강사 딱바이니 강사 집과 등업에는 수를 요마로 짐비차와 아나시 리보라 짐베 똑바세도 간 짐베차 리보라 이지 동업인을 요바지 삼담을 요마로 어디 다다갑서 똑바이나 추시인 곳에도 나위차라 삼담 요레마도 아니 짐베차라 노르기 삼담 요마래 어디 나위차라 노라다 남술이야 나위차라 노라다 추와다 짐베차라 추와니디 카가체서나 아니 로셰도 똑바이니디 오 추시인시에 삼로 카가다지게 돈에 로토고라 어때 디디차네 오다 티데 디 똑바 있는 추시입이 캡스 똑바 있는 로시입이 맞잡스 오다 티리 로시 있는 추시입이 캡스 추시 있는 로시입이 맞잡 똑바 탐제 제바다 두강아 아니 추시에 로시 마디스 로시 마인데 고 짐비 차를 그 짐바나 모비니즈를 요아레스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呢，凡是分别之呢，它就一定要是错乱之。那凡是分别之呢，它一定要是错乱之呢，就表示说它是显现上错误之外呢，执实上呢并没有错误。就像是直平的分别之，直平分别之呢，它只是在显现上呢，将平直的异共项呢显现为平直的这一点是错误的之外，它并没有把不是平直的东西呢直持为平直。它直持平直这一点呢。平直本身呢，就是服顺于义，就是平直本身是存在的，它也是服顺于事实的，所以它在执持上呢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如果说在执持上呢也产生错误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非服顺义的两支。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说，直身是长的这一种分别之，因为呢，为什么说它是非服顺义的两支呢？就是因为这不服顺于事实，因为没有。又是声音，然后又是长法的这种东西，所以直身是长的这个分别之呢，它是属于颠倒之，因为它在直持上呢就已经直持错误了，因为它的这个又是深又是长的这个东西呢并不存在，它所直持的这个境呢并不存在，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说，无我的时候，那无我的所破呢就是有粗分在细分，那我们讲说粗分的时候，比如说讲到常一自主的我，那这个呢。直持常一自主我的这种分别之呢，它也是颠倒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又是常一自主的，然后又是补特伽罗的这种东西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非服顺义的，就是它在直持上呢也是错误的。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分别之说它是错乱之呢，是指说它在显现上错误而已。但是呢，在讲说颠倒之它是错乱之的原因呢，是它在显现上错误之外，它在执持上呢也是错误的，所以由此去区分出错乱之和颠倒之二者的差别。所以我们在讲述分别之的时候呢，假如说凡是分别之呢一定是错乱之，但是凡是分别之呢它不一定呢会是颠倒之。那凡是颠倒之的话呢，它呢一定呢要是错乱之，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在。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上到这边。라서 되네 최니 지집에 계획 자와디 제 상계기 담바께바다 양고도 컨선로야 뭐 샤게와 종업을 좀 리조만 집에 상계기 담바는 다시게라 유린데 내바다 담바디지 고지 주기 디징이 겸내 제노 고사 경고 좀 저기 저베랑아랑 천정고도기 너무 강해요 대다들 고제 샤베 계야디 투지는 게 주바 라서 아니 잠불인데 자와상 보트딩이 남베 유튜브도 주기 담바지 딘지 끼고 대다 탐지 고제 샤베 계야디 투지는 게 주바 잠불인데 자와상 보트딩이 랍싱기 끼고 대다 야 기부 다 기부 남바이 받아 마이 받 체켈람 받아 밀람 받아 탐제기 체리네면 삼대 출신도 줘봐 나 때문에 개가지고 점리 유튜브도 니모축 중심을 뭐 마주무 그래서 버다 탐지 시워도 개바도 또 얘기는 얘한테 다 탐지 교는 년도 시 점리는 심지한테 다 탐지 대신 기부 용야다 또는 개자 강사고 탐지 만주는 게 타당이 심지 탐지 쪽 상기 고마도 비클로 줘쇼 제제 뭐와체 인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今天呢，就是所有听闻的功德呢，回向世尊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士圣教呢，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也回向尊者，还有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都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所愿呢，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一切持教大善之事呢，也能够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呢，也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他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呢，也希望说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那他们的所愿呢，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台湾还有印度等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疾疫。那也祈愿呢，就是武汉肺炎呢能够早日的息除，祈愿呢一切的有情呢都能够获得安乐。那总之呢，将我们三世所及一切的善根呢，回向给一切的有情，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다기 징이 사베 개와디 텐당 조와 꾼라 강베다 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为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领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丁精甲中住，莲足坚住，直至三有尽。
日清显密教法册，善止为生顶上言，智慧离上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正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使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治他尽罪而极之，快速成就佛国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用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也是你来了，多谢谢。人切图切囊，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谢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您家。仁波切，谢谢您家。